然後呢，唔知大家掛唔掛住我啦，咁我都有少少掛住大家嘅。我諗我哋應該就嚟可以見面，然後我哋大家一齊去努力加油。好啦，大家再見啦，我去食我嘅點心。嚴明熙拍片親政復出在望，我有少少掛住大家。嚴明熙 GG， 這位年輕的香港樂壇新星，過去1年因續約問題而全被公司雪藏，幾乎絕跡於各大頒獎禮及公開活動，令人不免為他的星途感到一絲惋惜。然而 GG 從未真正遠離粉絲，他以靈活的方式透過 Instagram 及 YouTube 頻道明 G 台與支持者保持互動，展現了他對音樂與粉絲的熱忱。近日，他在明 G 台發佈了一段輕鬆有趣的快問快答影片，回答了一系列引人入勝的問題，例如想伴侶高過定矮過自己，大肚腩定6嚿腹肌，圈內人定圈外人，以及共患難定共富貴等。這些問題不僅展現了 GG 幽默風趣的一面，更讓粉絲感受到他的真誠與親和力。影片尾聲 ，GG 以溫暖的語氣說：唔知大家有冇掛住我？我都有少少掛住大家。我諗我哋應該就嚟可以見面，然後我哋大家一齊努力加油。這句話仿佛為他的復出之路點燃了一盞明燈，也為粉絲帶來無限期待。GG 的這段發言不僅是對粉絲的深情告白，更是一種對未來的積極承諾。他在逆境中依然保持樂觀，並通過社交媒體持續與外界溝通，這種韌性與正能量令人動容。在香港樂壇競爭激烈的環境下，年輕藝人往往面臨多重壓力，包括合約糾紛、曝光機會減少，甚至是公眾的質疑。GG 的經歷讓人不禁思考，一個年輕藝人如何在這樣的困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？他的選擇或許給出了答案，用真誠與努力去回應挑戰，用作品與互動去重建與粉絲的聯繫。從他的快問快答中，我們也能窺見 GG 對生活的態度。例如，他在回答共患難定共富貴時，流露出一種對真摯情感的向往，這或許也反映了他在事業低谷時對支持者的感恩。此外，他對揀貓定揀狗的幽默回應，則展現了他輕鬆的一面，讓粉絲感受到他的青春活力。這些細節不僅拉近了他與粉絲的距離，也為他的復出增添了更多話題性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GG 的復出宣言不僅是個人的新篇章，也為香港樂壇注入了一股正能量。在當下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，他的堅持與樂觀無疑能激勵更多年輕人勇敢追夢。他的故事提醒我們，成功從來不是一帆風順，但只要心懷熱愛與信念，就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。GG 的回歸會否成為香港樂壇的一股新勢力？他又將如何用音樂與粉絲重新連結？這些問題令人期待，也為他的未來增添了無限可能性。感謝你觀看我們的影片。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用，請按讚、分享並發表評論。